而且这个效果是神速的哦。太后是人檸檬，还经共添，新培准备两位出3添檸檬，系大家都算是来俩渣，上到东琼咖啡调解，风色狗子。网子里面的，还有前面你们刚才进来这个前面整排都是神秘果，好，神秘果来自于西非，也是属于热带植物。它这个来台湾已经将近18年了。因为一种嘅水果吼，过特殊，伊个非洲人吼冇东西好食，拢食咁嘅草药，一定都是一个东西，食的都是草药，嗰时候草药都唔安撫咩。嗰边嘅气候啊吼，屯吉乡，因为吉乡拢热天啊，一个植物属于热带植物啊，嗰时候产爱定果片天气过适当啊。随着俩新鼻狗从5降酸、5降苦，俩系乜嘅原理呢？因为一个果子哈，糖蛋白很高，伊个糖蛋白哈可以抑制酸跟苦，那你吃落去，它就会改变我们的味蕾，好，改变我们的味蕾，伊都会酸呢都变甜呢，苦味都冇安抚，其实吃落去那味风是原来的啦，好，让改变一下味蕾安尼啦。老师，俩葵花都大致都好长的几久啊？他们都3万year的。3万year出好长的。伊俩盛产期有冇？伊啊吼，一年4季都有呢，都会开花结果。但是落雨迄个吼，像梅雨季迄个吼，都过少啦，因为伊要分雨水大汉，都过少。冬天迄个吼，有寒流迄个吼，伊同样会大。但是伊个果吼会熟啊细细的，差不多最老的果的都过迄年3月份来吼，给它果的又太亮又酱。来自挑数，今年差不多就在修身2公斤嘅果子，贡献只系让用修身当初让嘅元素。伊个贡献迄喇叭吼，伊个夹得果的吼都过大，唔咧过盐，贡献冇安好，你让输的过酱，果的唔杂，过少，吼，嗰时贡献来，以前我哋弄安尼，唔一定要100元，我本事，你个盐种植完我退50元。嗰时候都一个50块，你吃一口就50块，呀哈差不多。建国花市有卖一张20元。新鼻狗在创业台湾时间，准备动手，所以假释以后，本单都系公告依然嘅刘日福、老老公、李俊强出家庭来做新鼻狗。伊都想讲，我来做嘛个，以前我也弄槟榔哦，在美国都发现到一种的植物，好，因为给他们生养前的一个植物很夯，这个神秘果很夯，嗰时候伊都开始对西片也被开始种，唔见我看到嘅天下下嘅全部都係啊。张开始对发展嘅开始做，到2下新鼻狗树林已经10年内，当年都做狗子后杂。因为一个东西吼，天然酵素果，嗰时候不容易保存。以为够容易发酵啊，可是我那我把它转成酵素都系安尼，我去转成副产品啦。我一个乳酸菌，我都拿一个鲜果哈，去生物科技公司培养的菌，可是我迄种个放落去我多2个月它就发酵了。狗子在强用能量水浸入2种杀菌过后，加热汤、内酸菌、老木菌水出等能激发。有个时间要半年，因为咱吃酵素都要吃一个益生菌，那个给菌那么成熟的话，吃落去会呛，会像吃样的。因为那个菌啊吼，它也会休眠，会水母水母迄个咱能去有香嘛。有像那些鱼吃呀，伊都会又开始，伊会开始运作。酵素的东西越沉越香。
如同50公斤嘅新币糕发8年过后才运通嘅，嗰表人员登记天高，所以我拎到2杯告诉是冇按贵。有时怕哦，因为佢下位吼唔低，银行来去啊，都讲哦，本来人看看咱样嘅，啊佢下拢唔低，容易打开来，咪连老杯拢过度杂菌嘛。等到银行看hết，再多转去，等下就要处理去，全部都爽拍嘅发霉了。因为人家一桶还唔冇，整桶就报销了，也是缴了很多学费啦。天高正因過後，大喊每嘅東西，咪唔會打掃睇。除了做新竹機配，咪哪裏做新手工告訴擦鼓。我都講嘅沉澱物，哈，差唔多1桶嘅細分子，大下細分子液，我都拿去幫人推廣。因為我要做一個飯間哈，冇化學成分，全部都酵素。因為酵素冇乜嘅味道。嗰時候我都有淋一些，將神秘果我都淋桂花。年到年來，因為中間人賺到，神秘果嘅價值冇從頭擺安好，不過人數量公鋪還係歸路堅持，開發各種嘅副產品，想盡辦法創造神秘果嘅最大價值。兩下面再去做休閒觀光農場，本下當日延續了隻神秘嘅果子，每位自家開創下都係通路老手機。